随讲爸母话手写台语文，教育部举办母语文学奖，对97年开始举办到今，已经是第9届了。鼓励民众用母语来创作，记录这块土地点点滴滴。古早的文化，强要无。 念歌团唱出对文化流失的烦恼，为着让咱在地语言传落去，今年是教育部第9届母语文学奖，鼓励大家用台文、客文来创作。这届总共397件作品报名，有学生、老师和社会人士来参加，将每经54件得奖。今年以红卡地故乡甲竹笋摕到双料冠军的蔡秀英，40岁才踏入台语文学界，拼死学台文，就是想要让查某囝对咧会晓讲台语。 我上大的创作理念就是写好，我要互阮查某囝读有嘛。我手写我口，就是你讲你的母语是啥，你就写啥。承办单位表示，大概有1/4到1/3对母语创作真有热情的作家，逐档拢有新的作品，逐档嘛拢有一寡新人。 对文学界有兴趣的大学生张宏温，今年头一届报名就得奖。伊表示，未来也想要用台语文记录故乡的故事。写迄寡故乡的代志，因为我感觉，甲故乡有关系，拢是甲台语较有关系。用台语这个连接来连接我的故乡。 承办单位望未来会当有更较侪优质投入，用咱的母语去记录对这片土地的感情。记者刘时武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